物流業面對人手不足，有業界引入自動化技術，舒緩人手荒之餘，仲可以提升工作效率。黃宗賢報導。咁我哋係一個自動化嘅書本分揀嘅一個整體方案嚟嘅。咁我哋結合咗一啲科技啦、一啲自動化技術啦，同埋啲數據分析嘅算法咧，去實現。咁我哋會見到啦，一啲環形嘅一個分揀線啦。咁另外我哋又有大概20幾組嘅一啲自動嘅倉庫啦。咁另外亦都後邊嗰邊會有一啲自動嘅包裝線啦，同埋一啲做砌pilot嘅一啲碼度機械人嘅。要執齊貨就要靠系統嘅智慧辨識技術，自覺辨識鏡頭會根據讀取嘅資料，指令機械人分揀貨物，再送到指定目的地。成個方案入邊咧，我哋都會有兩個主要嘅算法啦。一個算法我哋愛嚟做節奏嘅一個控制嘅，第二個算法就係一個做分揀嘅算法啦。佢識得將每一個書本訂單啦，去assign 翻落邊一個自動倉庫啦，同埋邊一個物流箱入邊。當嗰個書本嘅訂單，譬如嗰個學生需要嘅書已經齊備嘅時候，系統就會將相應嘅物流箱自動將佢運出去我哋嘅包裝線上面。書商每逢新學期都需要大量人手處理教科書訂單，但係而家勞動力短缺，請人難，留人仲難。引入系統就能取代繁重嘅人工操作，同時包辦存貨、分揀、倉儲以至出貨嘅工序。第一個挑戰呢，就係咧，我哋咧喺呢個教科書嘅分揀咧，佢需要嘅專業性比較高嘅。咁我哋需要聘請大量嘅同事咧，同時間咧就需要培訓嘅。第二咧就係咧，因為嗰個時間性比較長，同埋體力勞動咧，咁個員工嘅臨時工嘅流失都比較高。系統以最高每秒2米嘅速度運行，成個系統每小時可以分揀15000至18000件貨物，可以長時間操作，減少工人嘅數目，以更高嘅效率完成工序。有咗呢個系統之後咧，我哋咧就能夠達到我哋咧就係快、準同埋節省人力嘅3個嘅目標嘅，對公司嗰個嘅服務咧嘅質素咧能夠大大提升嘅。負責研發系統嘅團隊指出，運用科技轉型求變係大勢所趨，各行各業都必須要面對。團隊相信創新科技可以提升人力資源嘅運用同埋管理嘅效率。有線新聞黃仲賢報導。